今年教會下半年嘅主題咧係講保羅嘅人生使命同埋教導。我哋今日特別咧係去睇哥林多前書嘅第9章。多謝姊妹剛才為我哋讀咗。我哋要去睇一睇保羅嘅侍奉裏邊一個好重要嘅態度。佢用佢嘅自由揀咗一條唔自由嘅路。但係呢個唔係一個容易嘅選擇。但係點解佢要做一個咁嘅選擇，同埋呢個選擇背後嘅意義究竟係啲咩嘢呢？我想喺繼續講落去之前，邀請大家同我一齊祈禱，好嗎？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多謝你，我哋為到週六嘅粵語崇拜，多謝你。我哋而家有一班嘅弟兄姊妹喺呢度聚集，亦都有一班嘅弟兄姊妹喺網上同我哋一齊嘅敬拜。上帝，我哋求你嘅話語進入我哋每一個人嘅心裏邊。求聖靈喺我哋嘅中間教導我哋去明白，求你遮蓋一切人嘅軟弱，一切人嘅不足，人嘅自高自大，讓我哋見到嘅係耶穌基督嘅愛，上帝嘅榮光，以致我哋懂得順服喺你自己嘅裏邊，明白你嘅心意。我哋多謝你，求你保守我哋嘅心，保守我哋以下嘅時間。多謝你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榮耀嘅名，Amen。我哋講哥林多前書嘅時候，我哋講到嘅係哥林多嚇。哥林多嘅教會同保羅有一個好密切嘅機會，甚至乎可以講哥林多呢個地方喺保羅嘅侍奉生涯嘅裏邊、傳道旅程嘅裏邊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所以咧，今日我覺得我有啲必要去花多少少嘅時間，同大家睇一睇究竟哥林多係一個咩嘅地方。哥林多教會又係一個點樣嘅教會？佢面對咩問題？我哋咁樣，當我哋去睇保羅喺第9章裏面講嘅説話嘅時候，我哋會更加容易明白究竟佢講緊啲咩嘢。哥林多係喺一個希臘大陸同埋呢個半島羅賓尼帕尼撒半島嘅中間嘅一個接壤嘅位置。古希臘嘅時候，佢已經係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太陽神廟，剛才你睇到嗰張相嗰個遺址係好多人可能聽過，甚至乎去過太陽神廟個遺址，就係喺哥林多。主前400年，哥林多嘅人口已經有90萬，但係喺主前146年，羅馬帝國攻陷哥林多城嘅時候，成個嘅城市被毀滅。好奇怪嘅係，差不多100年之後，主前嘅44年，羅馬帝國喺原址重新建成，重新將呢個城市再建出嚟。嗱，你就聽你睇嘅時候，咁睇嘅時候你就明白呢個城市嘅地理位置有幾緊要。過咗100年，仍然要將呢個城市重新建出嚟。好快嗰個地方就成為羅馬帝國第4大城市，成為希臘省嘅省府。估計當時嘅人口有25萬。政治、文化、運輸、商業、金融、製造業嘅一個中心，唔同文化、唔同種族嘅人喺嗰度一齊住。到保羅嘅時期，即係再過咗100年，估計人口升到70萬，但係其中有2/3嘅人係奴隸。嗱，我哋喺溫哥華大概就好明白呢個移民潮帶嚟嗰個嘅人口膨脹係咩嘢一回事，係嘛？哥林多係喺100年間人口翻咗3倍，將近好多唔同種族嘅人住埋喺呢一度，而大部分係低下階層嘅勞動人口，就係奴隸。哥林多嘅教會係保羅喺第2個傳道旅程嘅時候建立嘅咯。佢去到哥林多嘅時候，佢認識咗亞居拉、百基拉夫婦，跟住去一齊聚會，一齊建立教會。冇幾耐之後，西拉、提摩太都加入咗佢哋嘅行列。到保羅離開咗之後，喺哥林多前書不停有一個人嘅名會出現嘅，叫亞波羅。亞波羅就開始牧養，接手牧養教會。哥林多好快咁成為早期基督教信仰發展嘅中心之一。佢受住希臘，我哋知道希臘嘅哲學好厲害，學術好厲害。佢受住希臘嘅文化同埋經濟環境影響，發展得好快。但係問題都好多。
保羅就喺咁嘅背景底下寫咗哥林多前書。喺前邊而佢哥林多呢個地方，佢另一個好重要嘅關係嘅就係佢幾部好重要嘅著作，其實都係喺哥林多寫成。佢第一次傳道旅程嘅時候喺哥林多住咗18個月，寫咗我哋而家讀到嘅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第三次嘅傳道旅程嘅時候住咗3個月，寫咗被譽為係基督教信仰神學裏邊一個巨著，就係羅馬書。而保羅去處理哥林多教會嘅問題，佢喺哥林多前書嘅裏邊頭6章，佢處理咗一啲佢聽翻嚟嘅嘢。嗱，呢啲嘅問題好嚴重嘅，但係可能嚴重到一個地步咧，係哥林多教會都唔夠膽主動去同保羅傾。保羅話：我聽到有呢啲事，你哋分黨結派；我聽到呢啲事，有人去居然同佢嘅繼母發生亂倫嘅關係。我聽到呢啲事係你哋居然有呢個信徒，大家之間彼此有訴訟，告嚟告去，告嚟告去。呢啲係保羅聽聞嘅。咁哥林多教會都好好，因為保羅去過佢哋嗰度啊嘛，去牧養過啊嘛。咁佢就去話哥林多教會亦都有寫信去問咗保羅好多個問題。從第7章一路去到16章都係佢哋問嘅問題，我就唔逐個講啦嚇，因為如果唔係就超時超到好緊要。但係我哋留意一點就係喺8章嘅第1節去到11章嘅第1節嘅裏邊，保羅處理緊嘅係究竟信耶穌嘅人佢能唔能夠食拜過偶像嘅祭物呢個嘅問題，一路由8章講到11章嘅第1節，講到10章完咗。佢裏邊保羅佢話，所以睇保羅喺9章嘅時候，佢話我雖然係自由嘅，我唔受任何人嘅管轄，但係我自願成為眾人嘅奴僕，為咗係要多得一啲人。呢一句嘅説話嘅背景佢唔係講緊，本來唔係講緊教導信徒嗱，你要侍奉要有咩態度，你要做啲咩嘢，你要點樣嚟到去侍奉。佢本來唔係講緊呢樣嘢。其實呢一個完全係佢講緊拜祭偶像嘅食物好重要嘅一部分，但係佢喺8章一開頭嘅時候，佢講到拜祭偶像嘅食物嘅你要注意啲咩嘅時候，佢話：然而你們要謹慎，免得這自由成了軟弱人嘅絆腳石。佢話俾信徒聽，你係有自由嘅，但係你用你嘅自由嗰陣，你要好小心。呢個討論一路去到第10章結尾嘅時候先至結束。第10章結尾嘅時候，佢話：所以我哋讀親聖經講到所以嘅時候，就話係總結前面講緊嘅嘢啊嘛。佢話：所以你哋或吃或喝或作什麼，一切都要為神嘅榮耀而行。所以呢個討論去到嗰度先結束。所以本來保羅喺呢度處理緊嘅唔係侍奉態度嘅問題，佢係講緊食唔食得偶像嘅食物。但係佢裏邊佢講到用自由，咁保羅就用咗自己作為一個例子去講，你係有自由嘅，我係有自由嘅，但係我係點用我嘅自由去做一啲恰當嘅決定。弟兄姊妹，保羅就係話，弟兄姊妹，你哋去用你嘅自由嘅時候，都要做恰當嘅決定。我哋就會發覺，保羅喺第9章嘅裏邊最少講咗4個嘅選擇。4個選擇都好值得我哋思考同學習。9章嘅19節，保羅就講到，雖然我係自由嘅，但係佢做咗一個嘅選擇，佢要做奴僕。我唔知你去睇保羅嘅生平啊，我哋已經去到由7月8月走到8月，我哋睇咗2個月保羅嘅生平。你對保羅嘅印象係點？我自己年青喺教會成長嘅日子呢，我覺得保羅直頭就係新約聖經嘅風雲人物，完全就係一個風雲人物。每一年我哋去冬令會嗰陣時，我住喺多倫多，加東嘅冬令會咧，每一年都有一個嘅 workshop 嘅。冬令會裏邊就係叫做翻天覆地一使徒，嗰個就係講緊保羅。佢完全就係一個翻天覆地嘅人嚟嘅。用今日嘅標準，如果你睇保羅嘅生平嘅時候，佢絕對係一個贏在起跑線上面嘅人。你睇保羅喺《使徒行傳》22章，佢講佢自己嘅佢講佢自己嘅背景嘅時候，佢話我係猶太人，我生長喺基利家嘅大數。嗱，大數係保羅嘅鄉下，但係唔係鄉下地方。大數亦都唔係爭人條好大嘅數。大數係咩地方啊？
大數係當時喺羅馬帝國嘅裏邊一個嘅重要嘅貿易港同教育中心，裏邊好多好著名嘅高等學府。個情況有啲等於今日，如果有人話同你傾偈，我成長，我細個出世咧，我喺 Boston 出世嘅，即係 Boston 咧就係嗰個即係 MIT 啊、哈佛嗰個地方咧，聽過未啊？保羅係咁話緊俾佢哋聽，我成長嘅地方係喺嗰度，嗰度係大數。而你再睇落去《使徒行傳》，保羅佢同被千夫長審問嘅時候，千夫長好驚訝話：你係羅馬公民？我使咗好多錢，我先做到羅馬公民。保羅話：我出世就係羅馬公民。羅馬帝國統治底下嘅猶太人係二等公民，大部分嘅人係不享有羅馬國籍。但係保羅一出世就係羅馬公民。保羅喺9章嘅第1節一開始嘅時候，佢講自由，佢再一次講自由。喺第8章講完，第9章第一次講自由。佢話：我唔係使徒咩？我唔係見過耶穌基督咩？你哋唔係我喺主裏邊嘅工作咩？我唔知你睇新約聖經嘅時候，你有冇注意到一點？保羅係所有被稱為使徒嘅人嘅裏邊，唯一一個喺耶穌升天之前冇見過佢嘅。其他嘅使徒都係耶穌升天之前同佢生活過、見過嘅。但係好奇怪嘅，保羅叫做使徒嘅好重要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佢喺大馬士革、大馬色嘅路上有大光照射，佢喺嗰度見到耶穌，耶穌親自同佢講説話，呼召佢。呢個喺當時嘅教會領袖嘅裏邊係獨一無二嘅一個經歷。但係喺一個咁嘅出身、咁嘅背景底下，保羅話：我自願成為眾人嘅奴僕。嗱，奴僕呢個字好得意，我對呢個字好有感情。奴僕呢個字嘅希臘文叫 doulos， doulos 嘅呢個字同奴隸嘅字係同一個嘅字嚟嘅，喺希臘文裏邊。奴隸係咩意思咧？係冇自由，係會被捆鎖。我淨係話我同 doulos 呢個字特別有感情咧，因為1986年我喺多倫多仲係好後生嘅時候，參與咗一隊音樂報道團嘅成立。嗰隊音樂報道團就係叫做 doulos。咁我一路有機會喺嗰個報道團侍奉，參與音樂嘅創作，去同佢哋去做好多音樂嘅報導，亦都喺嗰度我開始有機會去唔同嘅教會喺音樂報導會裏邊開始講道。嗰個地方呢個報道團孕育咗我嘅成長同我嘅侍奉，所以我特別有感情。今日嘅教會，特別華人教會嘅裏邊咧，奴僕往往係傳道人或者牧師一個謙稱嚟嘅，即係我係上帝嘅奴僕啫嚇。但係呢個謙稱有時候因為大家約定俗成嘅時候咧，喺弟兄姊妹同教會或者教會群體嘅裏邊咧，就慢慢變咗個尊稱喎。佢係上帝嘅忠心僕人，係咪啊？即係你聽到有人話呢位傳道人、呢位牧師係上帝嘅忠心僕人嗰陣，你唔會諗到佢係冇自由、帶晒鎖鏈嘅。但係其實 doulos 呢個字背後嘅意思就係話佢係一個奴隸。而你唔好唔記得，剛才我哋話過，哥林多嘅人口有2/3係咩人？就係奴隸。所以哥林多教會嘅人，當佢聽到保羅話我係甘心自願嘅去做奴隸，去做 doulos 嘅時候，佢比任何一個地方嘅人可能都清楚。呢個情況就等於我諗我哋大部分人喺香港嚟嘅。如果突然之間你嘅教會主任牧師或者你公司嘅 CEO 話俾我聽，我呢個禮拜日咧，我會去中環愛丁堡廣場同嗰班嘅菲律賓印尼工人一齊，因為我禮拜一會開始同佢哋一齊去返工，一齊去做家用。喺當時嘅文化背景嚟到講，特別希臘一個學術文化商業重鎮嚟到講，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震撼。
一個大學教授，一個有學識嘅人，冇理由去做一個嘅奴隸，去做一個奴僕。但係保羅話，佢因為要多啲人信耶穌嘅緣故，佢甘願用自己嘅自由選擇一個不自由嘅身份。選呢種不自由，其實係超越咗單純喺名稱上邊、稱呼上邊謙稱自己，我係奴僕，我係僕人。生活上邊一啲嘅限制，一陣間我哋會稍微講一講。但係你淨係去睇返保羅往後嘅一生，佢喺被追殺、被審判、監禁、迫害嘅裏邊度過，甚至乎有人用石頭掟佢。佢帶人去用石頭掟司提反，跟住又到佢自己傳福音嘅時候，俾人攞石頭掟到瞓咗喺度，啲人以為佢死咗啦，就咁拖咗佢出城門口。doulos 奴僕，呢個係保羅佢嘅選擇。我預備信息嘅時候，我就諗起我喺中國大陸，我喺中國大陸住咗23年，喺北京嘅國際教會粵語堂侍奉，裏邊參與咗13年，其中有7年我係教會嘅長老。咁通過好多嘅原因，我就有機會接觸到一對夫婦，佢哋係去新疆烏魯木齊做宣教士嘅。咁當然佢唔係打正旗號話我係宣教士啦，佢哋去通過好多嘅聚會接觸學生、年青人，特別係女性，因為你知道穆斯林地區女性係冇乜社會地位，佢哋刻意去接觸佢哋。同佢哋做朋友，請佢哋食飯，帶佢哋嚟屋企食飯，同佢哋一齊去探訪佢哋屋企人，去同佢哋一齊讀書學英文，到有機會嘅時候同佢哋一齊睇聖經，一路好長嘅時間。呢對夫婦嘅太太咧係香港人，個先生咧係台灣人同英國人嘅混血兒。咁個太太就一路攞緊回鄉證翻去嘅，個先生因為唔係香港永久居民咧，就攞住英國嘅護照。佢哋喺大陸嘅身份咧係讀書。個先生喺烏魯木齊一間學校裏邊，一間大學裏邊讀完 master， 讀完碩士再讀博士，一邊就去學維吾爾語，好唔容易。同期如果你大概你有關注中國大陸嘅情況咧，大概去到2015、16年嘅時候，各方面嘅情況開始收緊啦。咁我哋間接聽過或者認識嘅好多喺烏魯木齊嘅做福音工作嘅 call and call 宣教士咧，有啲係開餐廳嘅，有啲係開即係有啲係純粹喺度讀書嘅，有啲教英文嘅咧，都陸陸續續攞唔到簽證要走。有啲甚至乎成間餐廳經營咗10年都冇問題，突然之間嚟俾人哋一閂就閂咗。我最後一次喺中國大陸見呢對夫婦嘅時候，我問佢有咩打算？佢話係啊，佢話已經有人話俾佢聽，無論你個 PhD 你唔好再揼波鐘，你讀得完讀唔完都好，你個簽證下次到期你就要走。我哋而家唔會逼你走。咁我問佢：你哋有咩打算？個弟兄話俾我聽：我準備翻台灣最少住1年，因為佢冇喺台灣真正住過咧，佢攞唔到台灣嘅永久居民身份。佢要住1年，佢就攞到台灣永久居民身份。我哋呢啲喺以前一路喺商場啊，同埋打滾，同埋去不同地方居住嘅人，好直覺第一個嘅諗法就係係唔係為咗細路仔讀書，同埋為咗醫療保險？但台灣人叫健保啊，係咪為呢啲嘅問題？因為台灣嘅健保係非常好嘅，好完善。佢望住同我講，佢話我哋準備住1年，攞到台灣嘅身份。我可以用台胞證再入過去，唔需要年簽證。佢同我講完呢句説話，我啲眼淚差唔多流咗出嚟。當然後尾發生嘅事，大家都知道情況越嚟越緊張。佢哋去咗台灣住咗幾年，確實攞到台灣嘅身份，但係冇辦法返中國大陸。弟兄嘅媽媽喺英國，年紀越嚟越大，亦都病，所以佢哋後尾去咗英國。我最近同佢哋再聯絡彼此 update 下嘅時候我問你有乜打算啊？未來，因為我話俾佢聽，我話我今個禮拜講道想用你哋嘅古仔得唔得？我可以講幾多？
即係西人話 picture tells a thousand words 啊嘛，即係有相睇好唔同。我話可唔可以 show 你哋啲相？佢話俾我聽，佢話只要上帝開路，有一日媽媽百年歸老，唔需要佢再照顧啦。細路仔讀完大學，就入咗大學，唔需要佢理。我哋準備再返中國，所以你今日睇唔到佢張相。佢哋運用自由，選擇咗一條唔自由嘅路，同保羅一樣。今日我哋點用我哋嘅自由？第二個選擇，我想同大家講，我哋返到唔喺今日讀經嘅經文範圍裏邊嘅，因為好多人一聽到傳道人、宣教士佢揀侍奉嘅路嘅時候咧，好自然就會諗到物質上邊你比較缺乏，比較辛苦。咁保羅喺第9章嘅開始嘅地方係有處理呢個問題嘅，係有提到呢個問題。佢有講到物質上邊嘅缺乏，但係佢話我有呢種權利，但係我一啲都冇去用過呢個權利。咁呢個點咧，我會講得快少少。如果唔係，我哋就會超時超得好厲害。保羅喺9章嘅13至15節佢裏邊，佢講到，佢話主耶穌都咁吩咐過你，傳福音嘅人要用傳福音養生啊嘛。即係保羅係講緊，其實傳福音嘅人做上帝嘅僕人係應該要有被教會去供養支持嘅。但係好奇怪一樣嘢就係保羅跟住佢話：我寧可死啊，我都唔要讓我誇耀嘅嘢落空。嗱，呢句説話好重嘅。我寧願死，我都唔要你哋嗰啲支持奉獻。我唔想用我誇耀嘅嘢落空。咁個問題就嚟啦。我哋必須要考慮一個問題：保羅誇耀嗰啲係咩咧？保羅係咪誇耀緊？我好叻，我唔需要教會供養嚇。我好有骨氣，我唔需要教會俾出糧俾我嘅嚇。我哋知道保羅同亞居拉、百基拉係同行嚟，佢哋做織帳棚嘅。所以點解話大職侍奉？今日我哋叫 tent making 就咁解。織帳棚，佢係做織帳棚，佢冇收過，冇要教會供養。咁，但係點解呢樣嘢係佢誇耀嘅嘢咧？會唔會呢樣嘢就係保羅誇耀嘅嘢咧？嗱，過去有啲嘅教會 ，unfortunately， 特別話有啲嘅華人教會曾經用過呢一段嘅經文咧，去解釋點解傳道人、牧師咧唔應該同教會傾工資嘅。即係你唔應該同教會傾工資嘅問題嘅，或者工資低啲，甚至乎你自己出去籌你嘅工資咧，都係應該嘅嚇。因為保羅都係咁啊嘛，保羅都話我死我都唔要教會供養啊嘛。咁你而家未死喎，但係保羅講嘅係咪呢樣嘢咧？你再翻到去9章嘅最前邊嘅時候，4至12節，呢啲字好細嘅，你睇唔到，你睇顏色就得。你就發覺好有趣，保羅一口氣講咗10個反問語，10個裏邊有4個話難道，3個有誰，2個係不是或者也不是，也或者也不也是，最後有一個咧係講這算過分嗎？你睇唔睇得明保羅講緊咩？你代入嗰個嘅場景，你會睇到保羅發緊火。咁我哋就有必要問啦。如果保羅只不過係因為一個呼召嘅緣故，佢覺得我唔需要教會生供養，我去織帳棚為生就足夠，佢發咩火？點解要發火？有啲嘅聖經學者佢去做研究嘅時候，佢發現保羅呢度講緊嘅凡事包容，唔係講緊佢要凡事容忍，唔係講緊佢要容忍生活上嘅不足缺乏。好多聖經學者認為，保羅當時喺哥林多教會面對嘅係一啲弟兄姊妹同教會之領袖嘅指控。有啲嘅教會領袖試圖去支持供養保羅嘅侍奉，但係其實背後嘅目的係希望保羅喺一啲爭議上邊支持佢哋。因為我哋正話講過，有人有訴訟啊嘛，我哋正話講過有人有分黨結派嘅紛爭啊嘛，嚇，所以保羅話：你唔好搞我，嚇！如果你係咁，我唔要你啲支持啦。但係跟住第二個問題就出嚟，
喺古時嘅希臘，我哋知道一個學術好興盛嘅地方，哲學好厲害嘅地方，好多嘅哲學家、大教師、老師，佢哋去教導嘅時候，佢越有地位嘅時候，佢就越可以收學生嘅錢嚟到去支持佢。咁於是乎就有一啲嘅人出嚟傳，嗱，保羅唔收錢嘅，即係點啊？即係未夠料咯，未夠稱咯。點解？因為佢唔係真嘅使徒，所以佢唔敢收錢咯。所以點解保羅咁猛憎？保羅話：我凡事容忍，免得我哋攔阻咗基督嘅福音。佢容忍嘅原因係因為佢唔希望因為教會去支持佢，而佢要依附偏袒任何一群人，影響咗自己傳福音嗰個單純嘅使命，影響咗佢牧養教會嘅方式。所以佢用咁重嘅説話，佢話我寧可死，我都唔要我誇耀嘅落空。保羅誇耀緊嘅唔係佢自己有幾清高，我唔要教會奉獻啊，我唔使教會支持。佢誇耀緊嘅係上帝嗰個福音嘅大能，上帝嘅愛係涵蓋所有嘅人嘅。唔係淨係有錢有權有勢嘅人，係涵蓋所有嘅人都要有份聽到呢個福音，都要被牧養，都要被耶穌基督去愛。所以保羅甚至乎好重嘅講句説話：我寫咗咁多嘅嘢，你睇佢用嘅篇幅好多。我寫咗咁多嘢，講咗咁多嘅嘢，我唔係要你哋咁樣對待我。我同你講清楚，再講多一次。我講呢啲唔係因為我需要你哋嘅支持，需要你俾我俾錢俾我。我想話俾你聽，保羅當時話：我想話俾你聽，你呢班人全部搞錯晒。傳福音教會唔應該係咁。保羅去面對物質上面嘅缺乏係一個選擇。呢個選擇背後係因為福音嘅緣故，佢放棄咗募捐嘅自由，放棄咗被教會供養嘅權利。喺保羅眼裏邊，能夠不偏不倚咁做教導、做牧養，能夠傳純正嘅福音，俾佢點樣生活，物質上邊係咪更加豐富，一啲都唔重要。呢個係保羅嘅選擇。第三個嘅選擇就好有趣，喺19至27節嘅裏邊咧，亦佔一個好重嘅位置，講咗好多嘢。好多嘅人去注目睇到嘅就係保羅話：我對住咩樣怎樣一樣嘅人，我就做怎樣一樣嘅人。於是乎有好多人去有一個問題啦，就咁保羅係咪騎牆派咧？係咪滑不留手咧？係咪雙面人咧？保羅係咪講緊處境倫理咧？即係呢個傳，因為有一派嘅講處境倫理嘅神學嘅人，佢話呢個世界冇絕對標準嘅。嗱，你對住咩人咧，你就做咩又講咩嘅説話。你認同佢你同佢做佢嗰個情況，呢個情況啱嘅，你咪去做咯咁。保羅係咪講緊呢樣嘢咧？甚至乎有啲比較極端嘅人話如為咗傳福音咧，就算違反法律違反聖經嘅教導，我哋都冇所謂嘅，咩嘢都可以去做嘅。保羅係咪講緊咁嘅嘢咧？嗱，你再仔細睇嘅時候，你就會睇到保羅唔係話自己無法無天嘅。保羅並冇話過自己無法無天。保羅冇話我對住賊我就做賊，我對住渣男我就做渣男，冇噶。保羅反過嚟去講咩啊？其實我不是在神嘅律法以外，而係喺神基督嘅律法之下。咩係基督嘅律法之下？如果你哋睇馬太福音登山寶訓第5章嘅裏邊，耶穌話咩？我嚟唔係要廢掉律法，我係要完成律法。耶穌都話：如果你哋嘅義唔勝過經學家同法利賽人嘅義，就不能進天國。所以保羅講緊基督嘅律法係話嗰個比猶太人律法更加嚴謹、更加重要，因為嗰個係講緊你同上帝嘅關係係點樣嘅一個律法，係耶穌基督嘅教導。保羅話：我係服喺嗰個律法底下，所以保羅並唔係講緊為咗傳福音佢可以唔守律法，反而保羅講緊嘅係乜嘢？係身份、文化、生活上面嘅認同，特別係面對住軟弱、缺乏嘅人，對信仰一知半解嘅人，佢要點同佢同行共感，幫助佢哋經歷上帝
認識上帝。如果你有時間，你將《使徒行傳》好快由頭到尾睇一次嘅時候，你唔難發現，保羅係真係好多唔同嘅場景嘅底下，佢對住希臘人，佢用希臘人文化背景嘅嘢同佢講福音，佢話同佢去講故事。佢對住猶太人嘅時候，用另一套嘅方式同佢講説話。保羅講緊嘅係佢喺文化身份上面嘅認同，呢個認同係要放下身段，要忘記自己嘅學識、地位，甚至乎教會領袖嘅身份。上個禮拜公牧師同我哋講道嘅時候，佢講到合一，佢講到我哋合一嘅時候，列宣家我哋3堂唔同嘅崇拜。唔同嘅語言，我哋要互相尊重、互相嘅支持，一齊嘅合作嚟到去傳福音。呢個好重要，呢個係教會包容同埋我哋接納我哋鄰舍嘅基礎。當我哋喺列治文呢個咁 diversify 咁多種族喺埋一齊嘅人嘅地方，我哋要真正做到呢一種嘅包容嘅時候，我哋就需要明白、了解每一個行過嗰個門口入嚟我哋教會嘅人，佢哋嘅差異，佢哋過去日子孭住乜嘢包袱，佢哋帶住咩傷痛入到嚟，呢一切其實遠遠超過咗單單語言嘅分別咁簡單。我而家有機會去牧養一個國語嘅群體，裏邊大部分係中國大陸嚟嘅人。如果你熟悉中國大陸嘅情況嘅人時候，你會知道其實單單喺中國大陸南邊、北邊、東邊、西邊嘅文化完全唔同。佢哋同你一樣係講緊普通話，但每個人生命嘅裏邊經歷咗啲咩嘢？佢點解會追求信仰，或者點解佢唔會追求信仰？呢一切係我哋要花時間同佢同行共感，我哋先至會知道。最後一個係保羅佢講到不朽壞嘅冠冕，不朽嘅冠冕，呢個係保羅另一個嘅選擇。有幾多人最近係冇睇奧運會㗎？都有啲人冇睇，但係你冇睇呢啲，有睇下新聞嘅，係咪？嗱，每一次你睇奧運會嘅時候，你都會見到好多刻苦嘅運動員，佢為咗贏人哋0.1秒，跳高人哋1公分，可能好刻苦咁訓練咗4年，跟住先去參加比賽，忍受咗長時間辛苦嘅訓練，而且仲要好節制。保羅呢度就話，參加運動比賽嘅都要節制，都要經過，又都要有好幾有紀律嘅生活。嗱，好多人去解呢段經文嘅時候咧，佢注意力咧就擺咗喺得獎嘅只有一個人。咁跟住就去諗，咁得獎嗰個係咪我咧？我點先可以確保我係得獎嗰個咧？即係華人世界就好得意嘅，即係其他人都係㗎啦。華人世界特別咧，就對嗰啲得一份大家要去爭嗰啲咧，就好雀躍又好着緊嘅。所以大家嘅注意力都擺咗喺究竟點先可以攞到獎咧？甚至乎有啲人會覺得，如果我攞唔到獎，好似保羅講咁落選喎，會唔會好大件事㗎？仲得唔得救？仲上唔上到天堂㗎？嗱，你如果用嗰個咁嘅方式去諗咧，你就會覺得好奇怪啊！即係保羅好似係叫你同隔離嗰位弟兄或者姊妹去比鬥一下，大家拼一下，睇下邊個會贏，邊個會攞獎咁。呢個唔似係保羅會做嘅教導。但係當你去仔細睇哥林多嘅背景嘅時候，你會記得哥林多係希臘嘅古城。奧運會喺邊度開始啊？奧運會喺希臘開始。主前800年已經有記載有奧運會，甚至乎有歷史學家話奧運會嘅歷史可能比佢更早。所以每當佢講運動員嘅時候，保羅哥林多嘅教會好清楚咩叫運動員。其實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全世界整個嘅運動圈都會知道一件事，我就用100米賽跑嚟到做個例子。100米賽跑能夠有能力攞到金銀銅嗰3塊牌嘅咧，可能全世界就係得嗰6、7個人嘅啫。你諗下係咪？
即係排到第後邊啲嗰啲咧，除非係前邊嗰啲出現好嚴重嘅失誤出現問題，如果唔係，基本上係好難爭到嗰塊牌。但係如果你真係去睇奧運嘅時候，每一年有幾多個預賽啊？有幾個 hit 啊？咁點解嗰啲人要去？嗰啲人一樣係 train 咗4年先有得去奧運會嘅喎，點解佢哋要去？運動員明唔明自己嘅極限係攞唔到牌嘅咧？嗱，香港今年有個運動員去咗參加100公尺 ，hit 就出咗嚟啦，即係預賽已經出咗嚟。佢知道自己係攞唔到牌，但係佢仲係要去。保羅講緊嘅係呢啲嘅運動員，佢知道只有一個人攞牌，佢甚至乎知道自己攞到獎牌機會可能唔高，但係做運動員係佢嘅召命，所以佢一樣全力嘅去跑，希望佢有機會攞到嗰塊牌。但係哪怕未必呢塊牌可以攞得到，佢都係咁去跑。因為當佢努力到極致嘅時候，佢就係做緊佢自己嘅使命。以前嘅奧運會嗰個嘅桂冠咧係用橄欖枝做，所以會壞嘅，擺翻屋企冇幾耐就可能會爛。保羅問：如果呢一班嘅運動員明知嗰個桂冠會爛嘅，佢都咁努力去跑，咁你哋呢？你明知道你翻天家嘅時候，上帝會有冠冕，你可唔可以好似呢班運動員一樣努力嘅去跑？唔好出拳好似打空氣，唔好奔跑好似冇目標一樣。我哋係唔係應該更加？既然我哋揀咗做奴僕呢條嘅路，我哋係咪應該更加有節制，更加嘅努力？我哋係咪應該克制自己，過更加嚴謹嘅生活？呢個係保羅去運用佢自己嘅自由去做一個決定。所以我哋今日睇4個嘅決定。保羅用佢嘅自由揀咗做奴僕，做 doulos。保羅用佢嘅自由選擇咗物質上面嘅缺乏，因為佢要堅持全純正嘅福音。保羅選擇咗同人同行，同行係會失去自由嘅，因為你會發覺你嘅時間唔夠用。有啲嘅人可能喺一啲你本來要嚟休息嘅時間，需要你去支持佢，同佢同行。保羅揀咗不朽嘅冠冕。容許我知我超咗時，但係容許用多2分鐘同大家分享我翻嚟加拿大侍奉嘅經歷。我2000年由多倫多去咗中國大陸工作，喺嗰度23年。舊年3月份我哋先搬翻嚟加拿大。咁我大概喺22年嘅下半年啦，就開始同太太傾究竟又一齊祈禱，亦都有一啲喺呢邊加拿大嘅弟兄姊妹同我哋祈禱，一齊去考慮我哋係唔係要翻嚟全時間侍奉。咁一路都其實同步我都喺度揾緊工嘅，因為我一路都係喺商界工作，就喺教會有侍奉，特別喺北京嘅教會我做長老，因為我哋冇牧師冇傳道人，咁我哋長老要負責牧養做牧會。咁一路都係咁兩樣嘢一齊做。咁但係因為後期發生咗呢個事，我又冇咗原來嘅工作，咁大家就開始思考係咪其實係時候上帝都將啲門閂晒啦，咁係咪係時候翻嚟侍奉呢？咁2022年嘅11月咧，咁因為我一路係喺加拿大溫哥華嘅加拿大影音使團做佢哋嘅董事同埋支持佢哋嘅事工，咁亦都會同佢哋做義工翻嚟幫手。咁我嘅同工Andy Kwong弟兄就話：我哋有一套電影叫《愛 Plan B》，啱啱做首映要巡迴加拿大，不如你翻嚟幫我啦，幫我做呢個首映，你順便睇下加拿大，拜訪一啲加拿大嘅教會，去睇下加拿大嘅情況，唔好諗到話翻就即刻翻，因為即係你離開咗咁多年，又因為 Covid 幾年冇翻過嚟啦。咁我哋傾完之後就決定我自己翻咗嚟去做呢個巡迴。我離開上海，當時我喺上海住緊，
我離開上海嘅時候咧，之前就發生咗一件事，就有一間諮詢公司同我過去做 consulting 嘅，同我過去有啲合作嘅，就突然之間揾我，佢話：喂我哋有一個做藥嘅做 pharmaceutical 嘅公司咧，揾緊一個大中華區嘅安全總監，我覺得好啱你嘅。我話你講下點啱先咁。佢話佢哋需求嗰個人外國籍，咁而家開始越嚟越多企業喺大陸咧就唔請外國籍，請翻中國籍嘅人㗎啦。佢哋講明要外國籍，要講到中文。第二咧，要喺行業嘅裏邊有好好嘅經驗。第三咧，佢哋要請個女性。咁我話你揾我做咩？即係我冇 identify myself as a female，或者 as her。佢話唔係，佢話我哋睇過晒成個市場咧，要滿足呢3個條件嘅人係不存在嘅。所以咧，我哋係想因為當時嘅市場係有好多女性做安全嘅總監啊，即係 security 方面咧做得好好，但係都係中國籍嘅。咁佢話我哋想同個客 sell 就話係你㗎啦，係你呢個人最好。即係我哋嗰啲老油條啦，即係喺行業裏面好耐嘅人咧，第一個嘅諗法就係你揾我陪跑。點解揾我陪跑咧？即係肯定就係有一個中國籍嘅女性做得好好，因為有好多我都識㗎，大家係同學。咁你就擺我落去，你就話嗱咁好，即係呢個有經驗嘅，但係唔係女人啊嘛。咁你要揾個女性，咁你就請另外一個啦，係咪？咁揾我陪跑。咁但係因為大家有合作關係啊，係同行啊。咁我諗下陪跑就陪跑啦，冇所謂。即係過去肯定都有啲人幫我陪跑過嘅嚇。咁我就陪跑咯。咁我就好認真咁交咗 CV， 交咗履歷俾佢，寫埋一份好認真嘅我要求嘅待遇係啲乜嘢俾佢。到我嚟到溫哥華巡迴第一站嘅時候，我就收到佢哋通知話個客戶要同我 interview。咁啊 interview 啦，做全套係咪啊？冇所謂。咁 interview 大家都傾得好好。但係我都知道係陪跑啊！我當時個感覺都係陪跑啊，因為西人 interview 你咧，即係點都係very good very nice 嚇，即係咁㗎嘛。到我去到第2站 Edmonton 嘅時候，就突然之間就收到幾日後嘅啫，就已經收到個諮詢公司發 email 俾我，佢話個客要你，想你1月1號返工，當時係11月中，而且佢答應你所有嘅要求。完全冇講價。我睇佢 email 我就呆咗啦。我當時個心第一句就話：上帝你搞乜？我冇嘢做，當時我冇嘢做咗1年，一路揾工，所有門都閂晒，想自己做 consulting 揾唔到，因為 COVID 封城，連我太太都話：喂，閂晒門啊！你真係諗下，不如我哋真係諗下返加拿大啦，真係諗下侍奉。咁我當時同一個首映嘅裏邊，我2個嘅老朋友，一個係呢度影音使團嘅 Andy Kwong 弟兄，一個係我另一個我哋3個人30幾年嘅好朋友，係香港嘅林以樂牧師。我就即刻發 message 俾佢哋，我話一齊落樓下飲杯嘢，我有嘢揾你哋傾。咁我落去講完呢個故仔之後，林牧師就笑咗一笑。我話你笑咩？佢話上帝打咗張牌，而家睇你點接。我話咩牌咧？佢話上帝係想你諗清楚，你係冇得撈，喺大陸撈唔掂，所以而家翻嚟加拿大侍奉啊？定你係真係想翻加拿大侍奉先？咁我聽完就翻咗房，酒店房，打電話俾我太太，我未話俾佢聽，我打電話俾佢聽，喂，我話有單咁嘅嘢喎，有 offer 嚟喎，居然1月1號上工。我睇下第一個回應就係佢俾好多錢嘅。我話點計都一定多錢過我翻嚟做傳道人嘅。特別當時我個諗法就係翻嚟做 freelance 自由身傳道人，自己籌錢嘅。我話點計都有張 paycheck 嘅。我睇下第二句就問佢 guarantee 你一路有得做㗎。我話咁呢啲嘢冇 guarantee 嘅。佢話：咁你以前都唔係冇試過㗎啦，即係話請你做下，跟住又有其他問題。唉，你諗咗咁耐，翻去侍奉啦，不如唔好諗咁多啦。不過你自己決定啦。跟住我同佢有呢個時間再祈禱，亦都再問咗一啲弟兄姊妹嘅意見。我諗我最後嘅決定，大家而家都知道，唔容易。但係上帝話俾我聽，係你
用自由自己揀。你要諗清楚點解你要咁揀，跟住你要做啲咩嘢。我哋一齊低落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你話俾我哋聽，我哋嘅人生係有自由嘅。你擺咗好多唔同嘅選擇喺我哋嘅面前，但係你話俾我哋聽，我哋要做恰當嘅選擇。如果使徒保羅佢放低咗自己嘅自由，行上咗呢條侍奉嘅路之後，佢能夠咁堅決嘅話，佢當跑嘅路跑盡，要守嘅道已經守過嘅時候，上帝，我哋求你俾我哋呢一半年嘅時間去學保羅嘅生命嘅時候，我哋要記得呢個信息。上帝，我哋求你保守週六逾越崇拜坐喺呢度或者喺屋企睇緊崇拜嘅每一個弟兄姊妹，讓我哋嘅心緊靠你，讓我哋見到你自己嘅榮耀，讓我哋懂得點樣去跟隨你，讓我哋因為被你嘅愛去感動激勵嘅時候，我哋好清楚知道我哋要點同我哋身邊有需要嘅弟兄姊妹，我哋嘅鄰舍嚟到同行。我哋要將耶穌基督嘅愛同佢分享。我哋求你將你嘅話語擺喺我哋嘅心裏邊，讓我哋今日離開呢個地方以後，我哋更加嘅愛你。我哋遇到人生路上面嘅人，我哋都同樣去愛佢哋，同佢哋去分享耶穌基督。我哋多謝你，多謝你聽我哋嘅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榮耀嘅名，阿們。